人讲有钱日日节，啊若无钱节节空，伫要过年啊。桃园这间高中，逐年拢会分红包，互厝内家庭较歹过学生囡仔。10年来，就发觉讲，计收入户学生人数为本来76个，即马增加到200个，增加要3倍。互校校老师嘛感觉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。为了要斗相共，厝内较歹过学生囡仔，嘛会当过一个好年。校校毋若是加压发红包，嘛呼吁更较侪好心性的人，大家做伙出手来帮忙。大力来哩比赞，手摕着大红包，6岁学生会当来加菜，过一个好年。他们这么的照顾我们，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温暖，然后也可以过一个好年。这个年可以比较好过，然后可以跟哥哥，然后吃比较好的东西。学生拢足欢喜的，桃园这间高中每一年拢会来发年节的红包，互家己学校内底家境较无好的学生，连续13年，每一个人发5000块，互这的学生会当过一个好年。不过来算算的，这10年来，加收入户的学生人数对76个人增加到200个人，将近加了3倍，互校校拢感觉是真意外。200个，哇，快3倍呢哦！学校虽然发红包的爱心无减，加价来送红包，但加收入户的学生的人数增加，也是互学校真烦恼。首先我先感谢今年是第13年了，我感谢我们的孩子，让我有机会跟他们呢度过这样一个过年那发现了最近呢，低收入的孩子好像越来越多。弱势的孩子更需要社会来关怀。除了来发红包，校校嘛呼吁更较侪善心的人，会当做伙来斗相共，互每一个学生拢会当有一个较公平的前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